今日客家新闻来到后山后水嘅花莲，然后访问的係也被供用係舞动式身份来呈现，而来竞选联姻嘅花莲院长傅坤琪，院长好。主持人好，全国嘅客家乡亲大家好。各位难得到有一个机会做的访问院长，县长，我们想先请教，就是花莲其实最近还蛮多乡镇重点的乡镇，像花莲市啊、凤林啊、吉安啊，还蛮希望可以把特色说在花莲很特别，跟西部客家不同，它是2次移民。那当然，您任内也成立了客家处、客家事务处，您要不要跟观众先说说，就是这4年内您对客家文化的延续的想象如何规划，然后做了什么？在整个客家文化的推展过程当中，以花莲来说，在整体的政治的发言权上面，过去是相对的薄弱啊，所以在之前，即使中央跟地方联手把客家会馆盖起来了，但是客家会馆呢，并不能给这个花莲县客属会来使用，甚至要把客属会来委外，这个客家会馆来委外，让这个县客属会即使要办活动啊，还要事先预定啊承租，而且经常还租不到啊，租不到。我想这4年多来，不敢说对客家有什么样的一个贡献，但最起码就是说，把客家会馆交给了县客属会来使用，同时成立了客家处，把客家处直接办公的地点就在客家会馆，这个以后就非常的清楚的，我们客家会馆的它的地位就很明确了。另外，也就是从这个祖居地的新竹，把义密爷爷请到花莲来，让大家可以这个祭祀这个先人而且这个客家神明保佑客家子弟，就可以直接到客家处去上香就可以了。接着下来就是在过去非常窘困大概过去花莲县客属会有9个分会大概1年呢可以申请1次的活动这一次活动大概就是2万块钱所以过去等于是这9个分会大概一个分会1年就是2万块的经费，可以透过县客属会向县政府来申请那可能还有一次全县性的大型的活动可能有70万80万不一定但是呢，我们现在很明确的就是，不止客家事务处的成立有很多的这些同仁来为我们客家乡亲来做服务，对于9个分会，在确实的执行我们所有这个县客家处的预算，只要你愿意提出计划，对于文化传承，或是对母语的教导，或是固有的这些琴棋书画，还是音乐舞蹈愿意来奉献，愿意来教学，只要提出计划，我们是一概都予以支持想办法把钱一定要找出来。县长，我们如果说到整个花莲县您的施政您这4、5年来，您觉得您最能够撒批请港国封死，就觉得很骄傲，您做到了的您觉得很困难，但是您做到了的政见，跟您往后想要继续延续的是什么？这几年来说，我们把交通整个发展，终于找到一个彻底的一个改变，能够重新发球我们现在空中的交通，对香港的定期航班，我们11月份、12月就要正式的起航明年是常态性的定期班机。花莲、香港，还有很多很多的城市，我们都是一步一步的建构花莲对外的交通，还包括我们的苏花改，事实上就是高速公路，3年后来通车，台北到花莲只要3个小时，这彻底的把后山的观念完全扭转，就台北到台中2个小时，台北到花莲也是2个小时，
那个时候就已经扭转了后山，已经不再是一种偏远地区的代名词，啊，就是变成台湾的东大门。那么蓝色公路也正式启航，包括利纳轮等等，还有我们的火车啊，火车从92年的这个北回铁路交通改善计划，哦，这个太鲁阁号，接着普悠玛号，现在有20几列车进入了这个北回线的行驶，啊，让这个时间缩短，品质也相对的提高，好，还有很多很多过去花莲所欠缺的这些信心的部分，好，现在我们逐步的把花莲这个品牌把它建立起来，不止走出后山，迈向前山，而且呢，在整个亚洲周边地区的国家，对于花莲呢，已经有越来越高的国际知名度。好，所以我们不止在交通方面的推动，我们包括观光，啊，包括医疗，啊，包括养生，包括绿色有机等等，还有文化等等，在各个面向上，我们都逐步的一直不断的在迅速的在窜升。所以，这个5年前，花莲人的痛苦指数是台湾第一，失业率是台湾第一，家户可支配所得是台湾最后1名，平均余命非常的短。那5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平均余命4年增加2岁，哦，这是全国拉升幅度最快的一个县市。我们家户可支配所得从台湾的最后1名，现在超越了台东、屏东，啊，超越了南投、嘉义。最让人感动的是，我们家户可支配所得超过了彰化县。好，那我们的失业率从第1名，全国的第1名，现在我们的失业率是全国倒数第2名，也等于我们的就业率现在是全国第2名。现在很多企业现在找不到伙伴，找不到伙计啊，好，充分的就业。还有过去痛苦指数第1，现在是快乐指数第1名，好，幸福感第1名的城市。我想花莲在做一个翻天覆地的400年的一个大扭转。好，我想未来花莲的发展不只是如此而已，会真的是成为台湾迎向太平洋的东大门，啊，未来会成为台湾的骄傲。